充电宝带，充电宝忘带了，然后我那个运动相机那个充电盒可以用，幸好有充电宝，卡也带了，我也搞忘了。哎，这没反应呢。对，会，两个都是满的，3个电池是6000多毫安。小罗在领我。哦，不是，百货，波浪。娃娃这是好跳啊，这个是。哦，不存在，他就说有点慢啊。不是娃娃鱼看到，哦，又加上人家说了，他就不看。我查了，等一下我再查一下吧。我觉得我这边很清晰了。哎，我的10英尺呢？挺清晰的。我刚刚开的手动对焦，现在开自动对焦了。啊，这太急了，东西没拿，没天气。境外 center， 全名叫富林境外 center。赶快呼吸。哎，中国人吧，别说严了。拜拜。
这边有英文啊，各方面下面有啊，我真是那个。好多还没来，才来几个人。学生来了。这个小朋友跳得很好，会叫他小卓玛，会叫丈夫叫卓玛，汉族就一般叫小朋友算。拉姆，这个好可爱啊！好美是吧？对。我看你每次都带着。对，我每天都要带进去，应该几个月了。多大了呀4岁了。4岁了。用这边来了。啊，等会儿。哦，穿那个哈，这样子吗？
700公里，去了走的话晚上才到，搞不懂，不知道。雍正来了，他们两口子在旁边。昨天我们没来，来了吗？没来，早了。前天来了，昨天来了。8号表演，那拥挤他8号走的话，他应该晚上才到，他不会凌晨走吧？凌晨12点，凌晨1、2点。我以前去那个就是凌晨走，要么就在成都也是晚上12点钟走，因为白天车太多了，太堵车了，全是货车也是太多了，随时堵。现在走高速要快一些。那个高速走那个在宏远出口下，宏远那边下，德国我不知道，好像也是这个出口。啊，我们家门好久没过来了，他跳那个。黄萝卜里面的植物在摄像。这个是给白货直播的。赶路嘛，
平板测不出问题的情况下，应该有12、13个小时吧，至少是12、13个小时。800、900公里，高速很少，高速应该只有200多公里。这把那个叫雀针，左边那个叫雀针。这不会小，是周五晚上9号早上表演10号就希望这里正常上班，有兴趣不知道呀。你们问一下吧，我不知道。对，雀针，不是确诊的，是雀针，确实的确。有点怎么说不清哦，就是那个确，的确的确，那个不是，是确实的是啊，怎么说啊？也不是啊，另外一个是，不是你那个，你那个是雀针。是另外一个雀，一个去字，一个泡了嘛。那个就像你确诊非典那个新冠一样的确诊，不是这个。怎么说？的确的也是，还有一个雀是一个石头，那个不是这个，是另外一个是个雀。喊你下去。哇，这些犬正在训。来这没地来我可偏了，这个不好听。有可能还有鲜花，有可能。Tapi I guess Papa have a new flora. I think so. Because Papa asked me a place.
项目。我才不干。到出月实况，小李，我们谁？其实这个我知道韩文，我现在不认识，要多翻译才知道。因为中文有的打一长串，有的韩文只有2/3，长过。拿不完来了。
青刚刚才来，然后永远找不到。这个歌有点短，2分钟左右。这个是杨秀儿，这个是拉姆娃。你是说是一个这个吗？这个又是，Hello， 还没看，他没时间看。第4天了哦，第4天也就送发了。那个唱记录吧，唱记录吧。手软，手软。对，这4天啊，连续4天。
啊，把放下来吧。好了，看五强波的女儿。他想走哪我们就走哪。对，他跟他走就可以了。下一种后面的是妈妈说的。他跟着我走是吧？他在这儿。这碰了，痛不痛？对，那个五角波的，选2个。好，玩完最后，对，每个人都认识，基本上跳过全部这几个场子都认识。笑声好细，好可爱的笑声啊！哦，拉出来这边教他们。他跳的时候，他要喊坦克，喊什么左转右转啊，还有指那个旁边的，他旁边的不是有很多新手，转右转，听嘛，最敬业的这个就是拉出是最敬业的，基本上。只要境外这边开的话，没有一天都在这边。然后结束之后才去罗马那边玩。你要跳舞吗？跳不跳？不跳啊！哎呦，跳！来吧，来。
转一圈吧。不知道17瑶瑶他们什么时候到，还没看到他们。翁博也还没来，永吉不知道来不来哦，应该有可能不会哦，因为今天星期2吧。这个是给来我直播的。对，小兔一样，他不是他太快了，吃了之后他看都没看，他直接跑过去跳舞去了。他有点害羞。故乡高原，中华罗布的。哎，不放了吗？非常开心，3点钟看下去4分52秒钟。这个都在谁在跳？
下去。就出过，这个也将近5分钟。哇，笑的吧？还有岛，这五角木的女儿，对，有点圆的那个。
好快点，我自己开始，热不热？来呀来呀！你来很久，啊，你来很久。哪边去？如果你没去的话，哪儿？罗马？没有，我开车都远晚了，人都没有什么。今天晚了，过来都7:50了。可惜啊，这儿没有几个人的。哦，横横街没去吗？啊横街，火车那得。横街，去没去横街？他们那边开始比较早，不早，今晚上晚。今晚上晚上，我这儿过听到声音了的。哎呦，他们明天后天可能有些都要走了，哦，可能他们过那回去吧。然后6、7号吧，7号走，7号吧，7号走，晚上到， 7号到对。晚上到。扎西边的，扎西边的，初中啊，B 站里面好少，B 站里面全部就是这个不火。把以前的全部找出来了啊！你说五角馍的块儿吗？五角馍的鱼吗？9点10分到，还有10分钟，还有14分钟，刚刚出发。9到10，老师。
咋拍的呀？好久不见啊，拍。拍个头像。老大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。我不开心，你看我。人质全部死完了，全部都死完了。你去不去啊？啊？去不去？这个。这个不去。去，太远了。没叫我，我也不去。正好我那个7号去香格里拉，6号去香格里拉。哦，那边哦有点远。有个仙子节。哦。你这全部到外面跑的这段时间？对他们带我去，不是我。就我看你周边全部是在外面的。哦，00才来哦。不是才来，应该是来了一会儿，没注意到。拍点手机视频淘宝了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在这儿啊。不用，你这儿看个雕塑，这儿跳舞的，你看到没有嘛？跳舞的旁边，走进来就是了。你这儿有个跳舞的，你走到中间来就可以了。啊，你把车停旁边嘛，车停旁边，然后你直接进来。你直接进来，你等一下，等会儿。
接进来嘛，你直接把车停到雕塑旁边，你直接进来就可以了。中间位置我报个丢点儿，你找我就耍。喂，我听到是你走中间，你看嘛，有个报丢点儿，你直接找到我就可以了。好，中间正中间你直接过来，正中间哈。哦，对，正中间你直接进来嘛。现在用真的，整来出那个哈。放着嘛，等我来嘛。插电在里面，打开看，里面有那个，你打开看一下，有一个还是送了玫瑰花那个，那个上面有那个，你上面的卡。这边还有。送个小罗的，这是小罗，哎，他背那个吧？他背一回来，对。你有啊？这边。韩国网友送的。哎呀，辛苦你了，谢谢。小老板的话就是那个韩国那个正在巡送的。好的，他今天下午是，谢谢。对，今天晚上给你们吃。哇塞！是一个事吧？啊？我想拍，我点视频的话，你看我点的那个高清啊，它叫伐木嘞。以前也一直在摄呀。我认识，你看。你4K 上面有4K 30，你点那个4K 和6K，你切换。高上哎，对。4K 跟高清。我的高清就1080。哪个好些？肯定4K 噻，4K 会对称一些。对，你看我4K 的话，4K 清晰度。它叫伐木的嘛呀？不得，那个是最高清晰度已经是目前手机里面除了8K 以外就是最高。哦，就这样。对，苹果已经最好的效果。这边但是你内存要增加。因为它比1080高清晰4倍。4K 要好些。清晰4倍，解析度要高4倍。我就是想换那个啥子。一样的苹果，一样的你摄出一样的效果，视频都是一样的，它没得8K，都是4K，都是一样的效果。有4K 30和4K 60，你点30旁边是60要流畅一些，基本看不出来，一般4K 30就够了。标配现在都是4K。谢谢。
停。OK， 下来一点。缺点啊，安可的，好的，你猜那个就是，啪，打得啪啪的。这个你可以看那个他们转身的动作里也看得出来。这个是专业的，就是跳舞、太虚、花姐最专业的，而且学的舞蹈。好流畅，刘娟老师也是这种啊，可以转几十圈，都站得很稳。搞我拍那边了。这个小肉5根好，专业的5根好。哎对。要不要吃？我给你吃啊。不用，没得好多，我也没录哎。我说你看跟着流。好，没得事。背包吧，背包吧还要累，热一点点。对，这个差不多了，跳旋子的。对呀，手掉链子。从一晃噻。掉链子。从一晃。啊，他跳这个跳最好的。哦，他是那个专门还有八堂舞嘛，跳错了吗？什么？没有啊。跳错了吗？把电跳得好，我们在说你啊。跳旋子。旋子时间比较长。有人打电话。你借嘛？你借拿进来。你拿进来。看我的进来。
他送花的吗？送花的吗？送。啊？有了。中信银行。这是雕塑。在对面，你对面有个集会中心。你搜一下嘛，集会中心，你搜一下，然后这跳舞的很多。在跳舞的人很多的那边。继续，赶紧继续。什么开始的？不要去，等一下，要放，不要去。电了吗？电了。这是谁？他那个帽子没认出来，没认出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台湾这个不是要下雨吗？我要装电池了，没电了。不要个纸，太热死了。Oh
马上关机了。哦，真的是，电池充电宝都够拿了，直接用这个将就了。啊！哇，幸好救急。去吧，去吧。没电了啊！可以跟着走吧，他要出去，他要外面去。没有认出来，没认出来，他就在我面前，没认出来。我以为是谁呀？头发好长，原来了，然后用起头发看。开取证。欢迎你们叫嘛公平的吧，是的，这老子这边装的，我要，他妈就在这个，我这边装的，拿票没票？来这个来。抢了件电池充电宝没拿，2个都没带。这个直播应该等会儿10点半就没电了。咱踢走了，踢走了。咱妈的，咱已经结束了。我看这边。该我来了。这是。这个用上了。他不走了，他要抱。哎，我都没拿呢。他现在不走，他要叫你看吧，你给我吧，他要叫。他要抱，来吧，不抱。嘿，哎，这不能打屁股，他不然他不喜欢你。扎西，扎西，美丽的山河。如果实在不行，那进去跳，太慢了，上了以后，跳。
不接受。不继续上。没有喽。要不要义务？义务啊，可以。要跳那个义舞。就跳义舞嘛。要，你也发给我。我这个给旁边滚吧呀！我这这里快了，这儿子，看过的这儿子。今天有3束鲜花，3束鲜花，然后不管就把钱儿子给。钱儿子来了。这个是摆货的。啊。要钱儿子都是这样的。也不的呀。有3个的。我那的。就多没了，对不对？东西了嘛，这档口了。东西嘛，这不可。完了吗？别过来，74，太像了，74，我，他要求，已经抽了2张。
完以后再看。当当当当。哎，又会有了。哎呦，天！下来可坚持。去高原玩了，去高原好像叫，去高原。这个青藏公路这个，对，好多同样的。对对，现在有各的好看的地方，小王跳舞。一看就小可能是吧？这咋这么聪明呢？我这平常这个是什么？我没电了，洗不清了，洗不清。哦，想起要自动关机了，想起要自动关机了。哦，这是也9点半了，结束了。拍一个。
扛下去。骗人的，结束了，他没有放歌了。没完了吗？我的手机本子了，你们干嘛？9点半了，结束了，明天再来。哎呀，刚刚相机没电了，手机也没电了，2个都没电了，充电宝也没带，哎。好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好。好。你要上你吧，还是很少。那个刚才那个小路那个是韩国的嘛？另外一个韩国的。另外一个韩国的。找到吗？去哪里？你去了没电了是吧？2个都没电了。这个这边自己拔了，这个都没电了，这个自动关机了。充电宝搞带了。有了嘛？就这小路那个才是你联系的嘛？小罗那个也是韩国的，也下午联系的，也下午哦，原来就只那个是美国的，美国的是送巧克力，送的东西。美国是送给哪个的？美国是巧克力啊、水果啊、糖啊，都可以。那个送那个哪个的？送给永正的，永正了。永正的送了吗？永正了，送了，早就送了。又转场了。刚才来了没看到送给永正？肯定没看到，在一个盒子里面。装到盒子里面的，装到盒子里面的。这里，他来这里。盒子那个盒子里面。是不这个盒子？对。看能坚持多久？我那个相机没电了，手机一个没电，刚出来给我拿电充电宝。我把那个用完了，3个电池用完了，那个移动相机个电池，3个电池都用完了。你笑一下嘛。只有回家了，只有我本来是去温江的，我把笔记本都背上来。我本来想今晚上拍的晚了，我又去回温江噻。哎，真的是往充电宝。但是我笔记本可以用，回温江可以用，但是我的相机充电宝没有啊，还是回家，还是回去。对，只有回去。这儿来了。他搞的是美国哈。美国送的花，好，美国送的礼物，送的巧克力和糖果。还玫瑰花。朝鲜没吃，没办法。走。这儿。好了，我没电了，马上自动关机了。卓玛说的那个不是你那些嘛？卓玛说是另外人送的，另外人送的。是哪个地方的？没问他，反正还有一个是浙巴的，浙巴也送的。哦，浙巴那个是。浙巴的有个哪个不晓得，要得好。有4个。好热啊，好热。这样子，这个也。下播了啊，下播了。我记你的，哎，我记进不到门。身份证没有，住不到店就住没电了。小罗，他们昨天看了消息，昨天看你回来了，然后我说昨天他看了不是直播嘛，看了，然后他们直接今天就给了。要试一下，没有，报了的，他要随时报到。啊，他太乖了。我几个月了。他叫什么？叫欢欢。欢欢啊。哎，你们钟家姐很熟悉哦，钟家姐。钟家姐是。就是阿爸县的那个钟家姐。钟家姐。他们有很多钟家姐。哦，那等一下，我抖音里面有，他是在传媒学院那个。传媒学院那个也是跳舞蹈的，学舞的。他跟你说他跟你都是很熟悉的。还有个卓玛，多吉卓玛，很多卓玛。他星期六要过来，星期六要这个算。他之前是云峰老师，他在这儿学那个，他这个今晚来了，然后呢在那个传媒学院没得时间过来。你是小李是吗？对啊。好的。是小李。这也很少回来，每次但是一回来，基本上我有次都拍到了的。还得排练去。你们是7号走？对。7号早上走吗？晚上走？早上肯定是。很早就走。然后晚上就到。对，应该是。他们问我去不去，我不知道。去了的话3天时间，而且几号回来呢？应该是10号回来。10号回来，要10天时间。7、8、9、10天。还有那个永吉，他要到另外地方去，他到马尔康。好像到马尔康，他应该也是10号吗？
没问他那个，他的直播的时候说了。你喝这个电池老师应该是9号到那个，马尔康。我9号到德国，哦就比我们晚2天。哦，好好。不知道有哪些，我问下他们有哪些要去的。他说我去的话，他们要跟着我去，很场地，通过他们生意下去。还有应该有拍摄的。我录那你直播我那好的，可以吗？好人一生平安，拜拜喽！拜拜了。那个电池坚持很久哎。你才中过了？啊，干嘛已经没电了？一般只15分钟。一般只15分钟左右，它自动就当就关了。这个只有5%了。早上走。他们早上走。啊？这个是那个韩国网友送的，叫郑在勋送的。GGH。对啊，今天下午送的。今天下午6点钟我才看消息，我马上喊他们加班加点的。我说你反正送我大的那种，他那个是200多块钱的那种。这个，这样挺好看。他韩元是算下来是好多呢，反正扣30%之后基本全部用完了，还至于多的我去补那些，反正不存在的，肯定要补吧。这个他们去不去嘛？小罗去不去？他要去啊，他跟6个男的6男6女，6个男的。只有6个，哦对。他们是团队的嘛。我晓得。我不说云峰不得去，云峰不去，我不说老王去不去，到时联系，峰不要钱。就是说噻，这个他相当于回家了噻。对啊，王青嘛，他们还有那个雍正、张小罗。对啊，他们回家好近。哎，哇！小罗子。他说应该都要去吧。他错要去。曲庄他从罗马那边过来。我们那个在罗马。哦。你还在不？没有，电池用完了，已经没电了，它指定要关机了。手机4%了，10%的电了，没电了，没带，帮我拿了。啊？就是帮我拿了嘛，这个都没油了，充不到了。充电宝呢？你忘了？对啊，没拿呀，我出来之后，今天有点急，出来直接就关了，前半走，然后就没得事情没带了。只有回去了噻，我也本都带上来，啤酒都备了的，我说今晚上在温江住。啤酒都备了的，然后那儿电源线当个拿了，就是没拿充电宝。你昨天不是在温江吗？对啊，温江回去了噻。啊。没电了噻。你2个都没电了，看嘛。笔记本背包里面的。那主手机没得电了嘛，这个相机没电了啦，看吧，自动关机。